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今仔是中秋节哦，高速公路局是表示讲，早起各道拢无塞车，按算讲下晡2点以后上班车应该会较济。另外，伫天气方面哦，气象署嘛提醒讲，今仔开始水汽增加，贵岛山区会落雷公雨，搁有东部搁恒春半岛嘛可能会落大雨。今仔暗时西部新竹以南幕是较有机会会当看到月娘。今年第14号风台步道上继续向西北西来进行，菲律宾李松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嘛继续来发展，伊个未来嘛会发展做今年第15号的风台势力。对大环境是伫低压带的影响，台湾4颗内海水汽变多，天气嘛开始无稳定。除了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的大雨，大台北嘛有小可短暂雨，各地伫过道西北雨的情形嘛较明显。的话，像是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午后的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计在今天晚上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波水汽移入。拜三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一，低压带的影响，各地天气会更较无稳定。今年中秋节的假期，敢若一天，高公局观察到早起各高道的车流是真顺。虽然讲有小可压流的事件，但是无影响整体交通。中秋速度是提出单一汇率开放路径，含看状况来启动匝道预控制的措施。暗算过道会有一波登去北边的车流。预计的话，应该最快应该会在2点左右开始，会有一些车潮的涌现。国五北向宜兰到坪林等路段可能会有车速拥挤的情况。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公路局估计讲，中秋节迄天各地登去做工课的车流会出现。接国道的快速公路也是车多的状况。另外，苏花公路和平到中德路段16因为降雨伫警戒，不过因为天气转好，是维持正常通车。早起东部的路人交通嘛是拢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中秋食月饼佮烘肉着爱注意哦，月饼佮卵磷酥拢是各油各甜。台南某多民众因为食伤济卵磷酥，食出毛病。伫台中哦，某民众食烘肉，食甲得到急性的胃肠炎，去看医生。医师哦嘛提醒讲，烘肉的时应该甲青，佮有适的物件分开，才袂食歹腹肚。中秋节，袂少民众会收到月饼，也是卵磷酥黄黄的糕饼，带着甜甜的香气，互人流嘴烂。但若要食，一定爱站节。台南一个50几岁的男性，因为食大量的卵磷酥，常常开始腹肚痛、骨吐，送医检查，三酸甘油酯浓度压到800，红诊断是急性腰鞘炎大病院。摄食过量的话，是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那尤其是有些本来就有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摄食过量的话。一般三酸甘油酯只要飙破500以上，甚至到达1000，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急性胰脏炎。月饼、卵磷酥顶糕仔拢是高油、高糖甲高热量食品，医师建议一天袂使食超过2粒。高血压也是糖尿病患者更加爱注意食的量。唔拿月饼已经变做中秋活动的烘肉嘛爱细腻。台中一个民众15起烘肉，想要到食煞半暝煞，严重下腹肚上病院。20几岁的女性因为隔夜的食物不干净，再加上烤肉的一些食材生的部分生熟的部分交杂，所以造成了一些腹部疼痛、胃发炎状况跟在马桶上面拉肚子，拉的一整个小时都起不来。实在经过炭火高温烘过，芳讲讲，但医师嘛提醒，烘肉的时阵，青甲色的物件一定要分开处理，以免青色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色的物件顶悬，造成急性胃肠炎等健康问题，拍歹过节的心情。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台中报道。来看上新的消息哦，台东的警方接到民众报案讲，早起亲像有一只轻航机伫当兵的外海失事，台东佮花莲的海巡人员已经在找找咯。台东的航空站是表示讲，即马民航机佮有训练机拢正正常，无状况。花莲轻航机的业者嘛表示讲，并无轻航机申请要飞。台东县消防局佮海巡嘛去用当兵的海域佮海边去找人，嘛申请直升机来斗3天，目前是佮无任何的发现。再来看，昨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早起去宜兰的南方澳、采达澳海边钓鱼，暗时佮一直联络袂到人，家属去报案，嘛发动陆海空来找人，目前是佮无消息。空气直升机伫空中咧飞，派无人机为无同角度来找人。巡防艇嘛出动，伫海面咧敲找，海巡有30个人，伫海边来来回回咧找人。
接到失联通报了后，陆海空总动员17透早就投入救援。他就说他会来钓鱼，他其实蛮常，应该算蛮常来的。平均是每个礼拜都会过来。其实搜救任务前一天就已经启动，有一个58岁姓张的查甫人，10日早起7点外，甲厝里的人讲伊要去南门澳钓鱼啊，一个钓就超过10点钟，一直等到暗时啊，人拢无倒来厝里，电话嘛无接，加上是烦恼甲心狂火倒，赶紧报案。接获通报，与贼仔澳疑似有民众失联，立即动员投入搜救。规个搜救行动要持续进行，伫中昼进前拢还未发现这个失去联络钓鱼的人的行踪，现场嘛拢无看到相关的钓具等等的物件。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伊真侪亲戚朋友拢小连续去现场关心，希望会当有好消息，赶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4点外，伫学校下课的时间有一只白色面驢驶经过新德市好林国中的头前，刷驶对象去弄到2台奥多摆，造成一个71岁妇人当场死亡，包括驾驶、计共各5个人受伤送病院哦。警方嘛伫这架面驢顶头找到毒品，佮有假证，嘛无排除讲是只独驶车出车祸。这台白色的轿车伫咧路的驶正紧，佮偏来偏去，互人看到正惊。尾是去弄到路中的青红灯，车才停落来。因故伊反向驶正紧去弄到2台奥多摆，奥多摆互伊弄甲飞起来，才摔喺涂骹。哦，带小朋友哎，很恐怖哎。对啊，你看小朋友安全帽在地上啊。民众开车经过好林国中头前，看到救护人员赶紧将受伤的囡仔扛去救护车要送病院。小朋友的。这件重大交通意外发生在昨下昼4点外，白色的变速轿车反向去弄到2台载损下课的奥多摆，71岁姓张的阿嬷当场死亡，另外一位70岁阿公送病院，3个4岁到8岁囡仔拢重伤。谁开车的？警方伫现场找到一支道具枪，加小枪送是分段的毒品。赛车的34岁姓片的查甫人，酒测大是零，因过有可能是食毒开车。坐伫副驾驶座30岁女子，牵涉2件通缉案件，想要对面离开时阵，互警方逮捕。骑奥多摆接囡仔下课，抓拄到死亡车祸，加上是伤心震惊。警方将赛车死片的查甫人铐手铐，带回进行调查，要互司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美国宣布上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案，金额是2亿2800万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2亿6000万哦。这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届，今年第5届未来武器。另外，美军的高层嘛警告讲，中共的军演规模是愈来愈大，有想要封锁台湾的企图。美国宣布上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金额2.28亿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2.6亿。针对卖台湾战机所需要的备用零件、甲技术支援案，正做拜登政府今年第5届对台湾军售。进行了智慧国会的一个程序，那么渴望在1个月后会正式生效。美方这次同意供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运，有助于维持我空军各型机战备以及妥善。咱国防部指出，这届军售案会当协助维持各型战机讨胜率，毕竟中国继续进行常态化无乌地带的侵扰，表着咱海空域的训练空间甲反应时间。16几天，又阁有8架次的中国军机、7架次的中国军舰，甲2架中国公务船出现伫台海的四边。现在这个攻击的这个扰台的这个次数会增加这个机队的这个出行的时数跟它的消耗，维持这个机队的整个这个健康跟那个它的这个妥善率的正常。军事专家解说讲，伫中国军机舰侵扰台湾频率增加之下，咱空军一定要定定伫空中执行巡逻监控的任务。连带互战机零件附件甲航材的消耗量大增加，这个军售会当维持机队的健康。另外，美军高层示警讲，中国军演是愈来愈大型精密，这是想要封锁台湾。China is moving toward lar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ercises, generally oriented on an invasion or blockade of Taiwan. I am not saying war in the Pacific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am saying that the likelihood is increasing. 也那进前北京香山论坛期间，美中2国国防部让8个月进行第18届工作会面。
重点是伫台海、南海的议题。美国关心中国伫台海的威胁行为，并且表示希望甲主管台海事务的东部战区领导人直接对话，不过目前并无具体安排。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伊对中国过去年前偷渡来台湾，伫新北市的南口巷掠着，外界嘛质疑讲，咱的海防和国安哦，敢是有空芳咧？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昨暗伫面册铺文，佮再强调讲海巡无疏失咯，嘛认为讲咱国家的海巡海防确实需要来加强，嘛表示讲哦，已经有提出定长中期的计划，要来强化海防。中国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对中国偷渡到新北市南口巷掠，互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准啊，佮一摆引起海防和国安的疑虑的讨论。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嘛，佮一摆伫面册发文，重申海巡无人为的疏失，嘛强调讲海巡毋是啥物都无做。计划内含建制及整合环岛智慧型暗记监控系统、红外线热显像系统及港区监视系统等3大系统，强化小型目标及远距离侦收效能。海巡署已经计划当年来强化海防的能量，对中国籍的偷渡犯的人数统计，对民国97年73案115个人是渐渐减少，到113年9月15，敢若5案5个人。这17年来加起来是321案475个人。这摆偷渡的像灵船伤过细，无法度验证细目标的问题，海巡署嘛开始来改进。可以把海面上成千上万的这种杂讯全部收进来，后面运算硬体加速，就可以从这些杂讯里面去过滤，有哪些杂讯是固定在A坐标，慢慢的到 B 坐标，这当然就是要新雷达才有办法做得到。雷达的建制顶悬，海巡署强调讲，已经对第3代的雷达建设几个示范点，根据使用的经验来做好功能的分析。其实管主委这样讲是对的啦，因为海巡你还是要立体化，现在都还是做所谓的单平面雷达的搜索嘛，无人机空拍的这种能力，海巡署他也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陆地上就可以发射了，无人机到海上把讯号传给舰载机去看，这样就好了。关碧玲强调讲，对无人机的计划已经指示海巡署提案来争取115年度全面建制的中长期计划。嘛强调讲，国家海防确实是需要大幅提升。目前已经审了海空一体跟随海巡的政策方针的大纲表，希望进一步到位，强化海防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金管会站开记者会，针对中信金申请投资成功金这案提出4大理由，表示讲爱国欢疑，等于就是无要同意中信金收购成功金咯。对这样子的一个整并案件相关的这个整备跟这个书件上面整备的计划不是这么足够。金管会审查的结果是缓议，就是我们不同意。金管会提出4大疑虑，包括中信金投资计划内容对各种整备可能的状况无完整的规划，或若买有够股份的计划，加整备方案无够完备，对若是无完成整备的事故处理，欠缺具体执行内容，对被投资的事业寿险子公司财务状况掌握无够。公开收购，以换股来作为支付对价方式，这对双方的股东权益保障无够。中信金控的释股方案内容欠缺具体，我们检视了中信金控所提的内容的依据，没有办法显示可以充分掌握目标公司的受险子公司的损益跟财务状况。金管会强调，合意或者是非合意变故，无多一项有优先性。金管会的政策目标无改变，依然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良性而且尊重市场秩序的变故。金融市场虽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但任何并购行为不能有碍金融秩序跟市场的稳定。彼此竞争也要相互尊重。中信金发新闻稿表示，有关金管会宣布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申请投资新光金融控股公司案件反议，中国信托金控表示遗憾，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大新金市回应讲，感谢主管机关做出明智的决定，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也希望双方公司的股东最近支持大新新公平。因若新光金控发声明，对金管会反议的决议表示尊重，加大新金融控股公司合并的案件，接落来会依照相关法令来办理。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境部正进行第5届的碳费审议会，建议讲碳费的计算对一栋300块到500块这个范围。部长彭启明是表示讲，若企业积极减碳，甚至会当来使用优惠的费率100块。也毋过哦，昨伫说明会有钢铁业的代表就真烦恼讲，咱国内爱收碳费，外销后面爱搁买碳的凭证，恐惊着爱互拨2张皮。碳费征收延期，明年才会正式开始计算。2016年5月正前爱6000一年的排放量，费率也未确定。伊个一栋是扣300块到500块。毋过，若准企业有提出自主减碳计划，就会当摕到较优惠的费率，上加一栋干那扣100块。毋过，伫咧明年6月正前就爱提出计划。有袂少企业拢烦恼讲，万一时效无达到标准，敢个会当有优惠？遇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目标没办法达到，那是否这样子还可以取得优惠费率？环境部表示，若拄到袂当抵抗的天灾，会当申请延期。毋过，若准宣传是做袂到，这减掉的碳费都拢爱补纳。你要用最优惠的费率，当然要接受最严苛的挑战嘛。吼，你那一年没有达标，是那一年去补缴差额。有企业代表烦恼讲，明年才开始扣碳费。毋过，这几年家己做的减碳的数量，感觉有准证。按照环境部表示，唔免烦恼，都可以宽心。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这样子，都会被算在我们的这个减量的一个措施之内了哈。按照钢铁业的产品要销去欧盟，就要依照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来申报买凭证，为2016年正式实施。这钢铁业就烦恼讲，国内爱扣碳费，出口欧盟佮爱收一解钱，恐惊会失去竞争力。如果最后计算起来啊，其实能够扣抵的部分其实很少的话，那其实变成台湾的钢铁制品真的会被剥2层皮啦。环境部表示，咱台湾扣的碳费，确定是欧盟 CBAM 定义的有效的碳价形式之一，确定会当相拄。不过到底会当扣偌济比例，要是爱等欧盟正式公布扣减的调整计算方式。记者林静梅、彭耀祖综合报道。来看，最近总处公布讲，全科的毕业生收入的中位数是569400块，搁再超过大学毕业生的539000块。全科生的收入嘛已经连续14档，拢比大学生较悬咯。本身有学着技术，敢有比大学的学历较好哩？位主计总处的调查资料，去年各学历的薪资状况，专科生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搁再超过大学。我本来也想去一些什么中文系什么，但是就会有人跟我说，那个没有什么未来，因为护理科毕业之后，然后考到证照就可以直接上班了，就也不用再找一些其他的。那照教育程度来分，有研究所以上学历的民众，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89.71万，是所有教育程度薪水上悬的。专科生的薪资中位数是56.94万，连续14年超过大学。大学薪水中位数干53万9，一年增加0.43%。技职体系基本上他们在学校学的还是个技术，不像普通大学可能学的是个知识。技职体系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有实习的经验，而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留在那是原实习单位。学者讲，未来学生囡仔选择科系，关系毕业了后薪资成长多少。人的专家是讲，理工科甲文组科的学生毕业了后薪水有增差。特别在这种 AI 风潮的浪潮兴起之下，可能外销导向科技的这种制造业的薪资会高于服务产业。那这种理工组毕业生的薪资优势还是就会明显高于文组学生。有学者建议，学生囡仔想要避免加薪，恐惊爱改变用兴趣找头路，爱改变用工作培养兴趣。来做是读论书铁的大学生，伫学校会当跨领域学习，增加毕业了后的就业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南韩的三星电子为伫印度东南部工厂的员工提出讲要加薪丁组长，初九开始发动罢工，也毋过谈判拢无结果，10日搁发起游行，有超过上百人互抓起来。劳工是表示讲，因会继续抗争。外界即马是认为讲，这罢工行动会对印度政府鼓励外资市场的政策造成真大影响。10日，互警方抓起来的104名员工，来自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三星家电工厂。虽讲警方伫10日看完已经将大部分的人放出来，不过大力挺即个罢工的工会团体讲，除非三星提出协商的诚意。那无排除用绝食等等更较激烈的手段发动抗争。If this continues, then we have to take
further serious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Samsung, like boycott of food and other things. And then, if it continues, it may lead to strike situation itself in other companies also. 南韩伫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城内的电子工厂，对9月初9开始罢工，要求三星会当加薪、调整工作时间，并且承认由印度工会中心所支持的工会。不过，这寡条件拢得不到三星公司正面的回复，因此10日发动示威。不过，活动进程无得到批准，因安尼警方动手掠人。 也拿当初印度三星工厂的劳工会决定罢工，上主要就是薪水甲南韩的员工相差将近20倍。உறுதி செய்வது தொழிற்சங்க பழிவாங்கல் நடவடிக்கைகளை கைவிடுவது என்பதெல்லாம் எங்களுடைய கோரிக்கை. எனவே அரசியல் தலையிட வேண்டும் என்று நாங்கள் கேட்டுக்கொள்ள விரும்புகிறோம்。这间罢工的三星家电工厂员工大约1800人，超过1000人都已经加入罢工。 这间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冰箱、电视甲洗衫机，产值占三星伫印度年产值120亿美金的1/3。印度莫迪政府原本设定讲，要甲伫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产值伫6年内达到5000亿的美金，大力扫印度制造的政策，用俗价劳工条件去引外国企业来设厂。不过，这届罢工风波已经对这项政策产生负面的冲击。 三星已经计划裁撤外国工厂劳力达到30%，其中就包含印度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德州休斯顿的郊区加速管爆炸，会拖烧到附近的建筑物，紧急撤离民众。现场是有一台小气的轿车，初步是认为有可能是这台车去弄到加速管。 A mile away while we watch the flames and the firefighters do their jobs, trying to protect as many properties as they can. And the fire jumping over Spencer Highway, shutting off that road there. So we just have to hope and pray that there are no injuries. 对天顶看落去，涂骹有一坑火一直喷出来，边仔有车被烧害，附近的土地也烧到乌臭焦，有一寡厝也开始呛烟，警讲会拖烧到边仔的建筑物，消防队一直喷水。The fire is contained. Some levels of evacuation have been, we've got evacuations that have occurred, which many of the surrounding businesses, there's too many to list, but HEB, Walmart, we've got 2 schools. It's very hot, so a lot of the house structures that are adjacent to that are still catching on fire. Even product that's in that pipeline burns off. It will be hours. If not into tonight or tomorrow. Do we know what's burning? It's a liquid natural gas. 导火所在是液化天然气输送管，营运商总部设伫咧德州达拉斯的石油管公司 Energy Transfer， 因讲已经甲管线封起来，初步报告是有一台轿车弄到一寡闸门设施，无讲到正详细。Mostly due to the radiant heat coming from the pipeline fire. And it was light smoke coming up, no major smoke coming off the structures. They were able to get in there and extinguish. 休斯顿是美国炼油厂、工厂加长几落1000公里石油管交汇所在，对全美国上大州德州的居民来讲，是常常听到爆炸加火灾的消息，也过一寡是会造成生命的危险。相关代志一直发生，互大家做嘛直咧注意讲，对居民的安全措施加环境的影响做了敢无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今年的满月是伫旧历8月10日，就是明仔载9月18。佮较特别的是，今年会出现超级月娘，佮有土星会伫月娘边仔来做伴目睭就看会到。也毋过桃园以北可能云会较高，大台北地区看到月娘的几率大概只有5成。先伫以南的民众是拢有机会会当看到月娘。拜二是中秋节，今年上月会伫乌暗暝看到土星。台湾市立天文馆指出，最近拄当土星规年上光也上适合观赏的时段，按算伫中秋节迄暗18点22分发生土星合月，土星甲月娘看起来非常晚，大约0.3度。咱会使看到月娘边仔的光点，就是土星。这是21世纪唯一一摆土星合月发生伫中秋节。你会在月亮的旁边看到土星。那我们有统计过，就是在这21世纪以内啊，只有今年的中秋节可以在月亮的旁边看到我们的行星刚好在旁边。除了土星合月，今年中秋节月娘离地球无到36万公里，就是人讲的超级月娘，看起来又个大又个圆。对比今年2月份年度上细满月，视觉上直径大约大13%。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是一个椭圆形。
那刚好今年中秋节月亮就在近地点的附近。那在天文科学上，这种现象称为近地满月，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超级月亮。气象署也整理出中秋节长江各地月亮出来的时间。本岛上早是宜兰花莲的下晡5点28分，不过迄天东北部这份甚至落雨，赏月几率较低。桃园以北可能是月亮大雾，大台北有50%的几率会当看到月亮出来。因若新竹以南、平湖、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台中、高雄赏月指数拢真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天文馆哦，今仔卖透过网络直播暗时的月亮。今年佮特别甲利用甲工研院做伙开发的人工智慧的技术，要带民众哦，除了看月亮，佮要透过新的技术来了解月球。第二中秋节，台北的天文馆有不少民众带囡仔来佚佗。官方表示，今年中秋除了是超级月亮，也可以当看到有土星在月亮边。另外，为着要让民众通看到中秋月亮甲土星，17中秋暝台北天文馆会伫 YouTube 开直播。官方会甲工研院开发的 AI 观轨镜做伙来甲民众介绍月球甲中秋节的相关知识。因为月亮其实很大，所以它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那如果不方便的话，可能可以透过我们的天文馆的直播频道来，因为我们在今晚会有一场直播，在解释跟月球相关的一些内容，像是月球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开放式的提问，甚至我们会加入 AI 的问答。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每暗5点28，伫咧宜兰花莲的民众会大声看到月亮。不过天文馆表示，若准北部地区含都市的民众要看月亮，要是暗时7点过，月亮较悬的时，较袂互大楼悬山砸到。因为暗时在台北天文馆有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博状元活动以外，我们还有展示场的延长开放，还有立体剧场、宇宙剧场都会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那外面还有赏月的活动，我们会把几台望远镜一字排开在外面，让民众能够透过望远镜欣赏月亮。官方表示，网络直播的时间会对暗时7点半开始。因为台北天文馆自暗时7点到9点之间，会有闹热的音乐会和颁奖员提月饼的活动，结合科技、艺文甲传统人文，让民众除了航马，也可以当来博物馆体验无同款的中秋暝。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哦，嘛伫中秋为动物来办活动，甲菜色果子佮有肉炒做一串一串，向平常时哦拢比起来一寡动物，嘛互写出来食青草，咱做伙来看卖。茶座的餐架顶悬吊一罐一罐5花10色的菜色果子，有苹果、番薯、番麦，佮有柑仔蜜。当片碗馅这边加一喙，迄边食一个，实在足古锥。这是高雄寿山动物园中秋节替动物准备的好料，通食少量碰柑类的马来狗，除了有切好的以外，嘛有菜色串会当摕来食。也为了让增加动物取食的乐趣，我们特别利用园区内修剪下的树枝来组成一个特制的取食架，并且我们利用麻绳还有树枝来把这些食材串烧起来之后，我们放置在这些木架上面，来提高动物取食的难度，那也增加动物的行为丰富性。园方表示讲，手机餐架嘛，互一寡平常时较避暑的动物有更较侪离开收的机会。亲像是刺猪这种生性较细致的动物，会甲食物拖入去山坑内底食，游客真罕得看到刺猪食饭的模样。这道有中秋好料，刺猪食饱，阁会当顺便用手机来挖喙齿，也互游客挺好看到动物日常的生活。非洲狮我们是以全鸭、鸡胸肉还有猪肝来特制成这个全肉大餐。那像是长鼻浣熊、那冠豪猪还有马来猴，我们是以当季的蔬果来做成五彩缤纷的蔬果串。保育员甲营养师特别替无共动物设计专门的菜单，嘛互动物甲人做伙过中秋。动物园嘛提醒游客唔通乌白饲动物，安尼遮的动物才会当维持健康的状态。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国内逐冬哦，因为过敏去看医生的人数超过350万人，上只引起过敏的前3名是虾仔、金马佮土豆。过敏就会将下虾骨起裂啊，严重哦，甚至是有性命的危险。嘛有一寡幼囡仔对牛奶、对鸡卵过敏哦，会走白会吐。也毋过有当时啊，有医生毋知讲这就是过敏，也准是胃肠炎。被小儿科的候诊室内边，真侪人等咧要看诊，其中真侪是囡仔过敏的症状来看医生，或真侪做妈妈正头疼。
他吃食物也会过敏，吃到那个豆腐啊，然后跟蛋也都会过敏。他有荨麻疹，然后还有鼻子过敏，然后就症状就是会起疹子跟痒。伫台湾将对囡仔有过敏的症状。根据台湾过敏下古及临床免疫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18岁以下的囡仔青少年食物过敏的比例继续增加，自2004年的7.7%到2017年增加到10.4%，成年人是自6.4%增加到12.5%。上天来看到引起过敏的食物，前3名分别是虾啊、毛虾甲土豆，主要症状是皮肤痒、下骨、出皮、目睭肿。那较严重的可能会休克死亡。过敏性休克就是他可能全身的反应，然后会导致他有一些低血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要赶快立即就医。医生提醒讲，有一寡囡仔也有食物两倍，诱发肠炎这寡过敏的症状，对土豆、鸡卵、牛奶这寡食物过敏。那食了会出现腹肚痛、落屎、吐这寡非典型的症状，定定比5种强者为常见。食药署强调，市面上所卖的食品，拢爱标示这一项过敏性内容物的警示。若无依照食安法，相关会当处300万。记者综合报道。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欠悬，医疗自费的金额嘛变济咯。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是认为讲，健保无可能会当包山包海哦，政府应该爱思考来增加健保总业的预算，减少一寡自费的医疗项目。台湾全民健保实施到今已经伫要满30年，不过自费医疗占的比例却愈来愈悬。即马新的药啊、新的医材、新的医疗手术甲技术持续出来，嘛带动自费医疗的市场。以骨科来讲，现在看到的自费医材，包括骨长期咧用的钛合金的钢棒、心肝关节的灰珠啊，还佫有微创量骨骨钉啊等等。医师嘛举例，亲像心脏科、齿科、甲骨科等等，拢是较侪自费医材的科。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很多的不管是材料的进步、设计的进步，全民健保我们知道国家没有办法一直在给大家涨健保费，但是科技不断的进步的时候，国际大厂都会涨价，涨价是合理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压悬，医疗自费的金额嘛直直增加。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鲍建军分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会员国自费医疗占的比例。结果发现，讲台湾是排第3名，自费占的比例有到31.5%。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认为，讲最近这几年医疗成本大幅度增加，各间病院医疗的收入自费占的比例逐年咧增加，这是会当预期的趋势。健保无可能包山包海。认真的去思考健保的总额预算还是要适度的增加，大家多缴一点保费，让原先是属于自费医疗的项目纳入健保呢？还是要如同现在的发展趋势，健保只能保基本的一些医疗项目，剩下不足的，除非你自己有买商业保险，那否则你可能就会面临财务上的困境。洪主任表示，要好好思考健保总额预算，要是要合理来增加，才会当互健保署更较有能力纳入更较侪原底属于自费的医疗项目。嘛建议民众伫目前的健保制度，面对高医疗费用的时代，规划适合家己的商业医疗保险，才会当减轻自费医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老人的人口超过440万哦，有登记的独居老人只有5万多人。我感觉质疑讲独居老人的定义，敢是上矮咯？这有可能会造成社会安全网的空棚。这个76岁姓杨的班长，伫中秋的活动，带领一阵时大做伙叮当啊一个。平常时啊，伊甲每一个健走队成员的名、生辰日月甲电话拢记甲真清楚，都甲内底侪伙人常常失去联络。如果说有5、6天没来的话，我们就会打电话去问，你到底是怎么事了？怎么没来？咱国老人的人口超过440万人，不过全国人命册独居老人敢若5万多，拿到人命册比率差不多是1个100%左右。有民代志机讲，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高端死亡比较一直发生的原因之一。以南港区动病理来看，包括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也有身障补助都有300多人。无人命册独居老人，里长都会尽量去甲关心。有的会打电话来，我们会关心。那我们女干事他会有一点时间去访查我们年龄的独居长者。独居老人人命册定义敢是伤过下，也阁主要讨论。不过卫福部社家署强调讲，遮侪时代已经伫目前有的体系，
亲像登照，中继收入户顶顶接受服务，无需要搁另外的名册。也若健康无问题，独居老人嘛无一定需要奉服务。甲这阵集会人建立对外固定的联络是真重要。最近2年，我们也一直在要求地方政府，不管是透过户籍的资料，透过社区邻里，把这些实际上独居的长辈能够有更清楚的掌握。台湾今年拢总有4920个社区关怀据点，要怎清点社区独居老人的需求，建立对外联络的管道拢是课题。当时代家己面对人生的后半世人，更较需要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来甲因关心甲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总会乡13个大牌的水头，有地方是质疑讲上旧了，佮拢无好好清，所以风台落大雨，产地饮水佮有臭味。望讲公部门会当协助来处理。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整理这个破坏。宜兰作为地区的田达摆拄着风台就会贵的引起，地方讲过去抽水站还未去进前，这水有可能伫个风台已经过去1礼拜啊，拢还未退。即摆有抽水站啊，但是这水嘛要3天才会退，农民是感觉真困扰。就是止水，就是较慢就对啊。就抽水较慢啦。地方质疑讲，通过总会乡中心的13个大牌的水头段是伫个边缘，地势较平，加上当年无整治，而且雨花较旧，地势欠通风，是当地产地风台天积水歹退的主因。尤其新社村一寡所在比海边面搁较低，过去搁捌饮水饮入去人的厝内。以前卖迄落的香蕉要1礼拜，因为这个所在同低嘛。啊，水吼得悬排落去，排来到这所在排不出来。养殖的这个排水啊，会排到这个13股大排来。啊，就讲那整地啊好了，水流比较顺畅的时候啊，它夏天才会有陆陆续续有一寡这个不好的这个卫生问题。另外，因为13个大牌的水头有饲猪场，那热天无落雨，大牌水位无够悬，就会开始有臭味，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未来的话。那县府持续会在针对13股大排的上游段还没有整治的部分，那紧速跟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加速这地方的建设。水利署最近在立委的争取之下，已经先补助差不多2400万块给宜兰县政府，针对13个大牌的水头段先做部分的改善。县政府讲，13个大牌的顶游段，还有差不多要3公里，除非无防洪安全的问题，先免整治。但是爆发伤旧、欠通风的问题，县政府会一步一步争取经费来更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超过100档历史的北港回龙团，是北港妈祖出巡真重要的顶头。这个团有真侪真珍贵的文物，包括伫1926年收的一对大龙旗。伫去年底文化部嘛指定做国家重要的古物。即马阁有一寡日本时代留落来文物，最近拢伫北港文化中心在展出，咱做伙来看卖。夜光天亮，伫咧舞台顶真醒目，真奇幻。1937年，北港飞龙团伫咧嘉义水上机场落成的时，嘛捌伫遐演出过。为着要互民众更较了解北港飞龙团，即马包括车绣的龙皮、日本时代锣鼓等等遮珍贵的文物，拢伫咧北港文化中心展出。台湾普查的刺绣方法大概30几种，结果其中一支旗子就用了27种。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另外一支旗已经开始启动调查，也发现了3、4种没有见过的刺绣方法。北港飞龙团是北港妈祖绕境的艺阵，其中伫咧1926年有收一对大龙旗，去年底互文化部指定做国家重要古物，目前正在修复当中。因为即间展出的车绣龙皮，伫咧蓝顶悬阁有天色地镜，人灵的时会反光，真罕见，阁真有感。也阁有100年的宝石龙顶龙皮，嘛是头一间展出。我们在我们北港文化中心有这个复刻版，那甚至透过文字调研的部分，也有详细的这个是文字的这个资料，可以让大家来认识跟了解。文管处表示，大龙旗伫咧2014年送去到文资局文资中心来进行修复，目前已经完成其中一面的修复。经过真侪档的拍拼，互大龙旗成做台湾顶头界头一件，互人指定做重要古物。希望透过这届的特展，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到北港飞龙团的历史甲文字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婚龄未了国小人龙队哦，成立已经超过30档咯，培养出不少对传统艺电有兴趣的学生囡仔。今年哦，未了国小参加全国教育传承杯，佮摕到国小人龙队的冠军哦。学校嘛表示讲会继续来提供资源，栽培囡仔，将人龙的文化传承落去。看这阵学生人龙同路过的趋势，就知影因的功夫底子真好。本年的未了国小发展民俗技艺已经超过30档，培育出真侪介意艺电的囡仔，带出去参加比赛嘛，常常得到袂歹的成绩。亲像学校的人龙队，今年就伫全国教育传承杯摕到冠军。因为练习的时间有很多，蛮长的，有的时候是1节而已，之后有的时候是2节。2节1个礼拜1次而已。就是打八字那个龙头很重，然后就是打到一半会觉得没力。我要谢谢我教练，因为他教导我们那个舞龙的技巧。人咧讲，戏棚顶1工，戏棚卡3档。人龙队的学生拢是利用休困或者是休假的时间眠热练习，才会当有今仔日的成绩。我们舞龙队非常感谢我们地方的这个麦寮拱饭宫长期的资助我们。服装道具以及那个教练的讲师费让我们的舞龙可以得以延续下去。那今年因为我们舞龙队这一个选手都已经6年级了，即将毕业，所以我们希望从今年的5年级然后继续找选手那也经过我们教练的训练，希望能够再获得更好的成绩。人龙艺电除了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嘛通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未了国小所落来嘛，按算继续栽培囡仔，互人龙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旧历的7月哦，才打过，台南市文化局进前有特别整理在地一寡传统的民俗，亲像讲金纸要安怎来使用，嘛小解看蒙瓜，那么做伙来了解。金纸百款，倒一种是拜神明，倒一种是要互公妈的。其实真侪人分袂清楚，台南市文化局找专家来解说。这太极间就分大、中、小3项，这得拜天神的，拜天公的。这个九金银纸，这就是要拜稍微较公妈的基主，好兄弟。这个福金、寿金，就是较拜地方神，较价钱的迄个神明、王爷迄落个。台南市文化局出版生活艺文志，专门分享一寡在地传统民俗。这站旧历7月拄过，透过金纸店头家的介绍，互大家知影金纸、银纸、寿金等等对应的祭拜对象是无同的。另外，艺文志也特别报道台南风中顶看蒙歌的表演，互新世代的人也通知影这款走白场的歌团。后壁风中顶林总范因风中顶去参加文化奥运的这个演出，其实造成咱足侪国际媒体注意来看到咱台湾的传统看蒙文化，这是一个足精彩的部分。传统文化需要传承，透过生活艺文字的记录，让大家对生甲死，也对在地的民俗风情有无同的体会甲想法。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8月中到10月底哦，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海域看海洋的季节，会当坐船买当畅水，甲海洋做伙受水。也毋过哦，某专家烦恼讲，游客上过济咯，会去影響到海洋的健康甲生態。是导游记的所在看过去，一只海旗跳出水面，一直发出惊呼声，游客赶紧提出相机翕这个精彩画面。当年8月中到10月底，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就会吸引袂少母的海旗来这片温暖的海域生囝饲囝。当海旗也会伫附近陪伴，所以这段期间也是当地收海洋的好时机。Non, parce qu'on a la chance d'avoir des baleines à bosse qui viennent près des récifs chercher justement du repos et du calme. Elles essaient de fuir, en tout cas les femelles essaient de fuir les mâles, donc elles viennent se protéger, nager régulièrement le long des récifs.
Donc ça permet de partir sur une zone plutôt en parallèle de la côte pour trouver des animaux. 更加爱冒险的人，还可以当穿畅水味的装备，加海翁当地游水。当地规定，无论是坐船还是畅水味上海翁，上限距离是100公尺。可爱伫注册导游的陪同来进行，以免海翁受到过度的干扰。海期行动会当达到14至19公尺，上当会当达到40吨，看起来笨笨当当的体型。一点仔也无妨碍伊跳出水面受敌机，而且若兴奋，还可以讲听到伊伫水下面唱歌进行交流。不仅带海翁仔囝同游的画面，更加互人学到大自然母爱伟大。也毋过专家烦恼，伤济另类活动甲专家噪音，可能会对海翁造成伤害。 Aujourd'hui, il y a beaucoup trop de bateaux sur l'eau. C'est vraiment le dérangement dû au nombre et donc c'est limiter le nombre de bateaux autour des baleines et des dauphins. Et c'est une gestion de l'environnement, une gestion de l'activité qui doit être opérée rapidement. 专家呼吁，虽然小海岸柜提供游客观察海期的上好机会，不过也是爱遵则，遵守规定，还互海翁适当的生活空间。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 咱继续看澳洲的西部一个树林，风景是真水哦。前几冬疫情在团的时，因为民众哦拢无法度出国，所以嘛请真侪国内的游客去佚佗，真侪人咧小解，咱嘛做伙来看卖。 在澳洲西部的德维林阿普小镇，风景真水。离小镇南边点半钟的车程，有一个森林探索中心，沿路拢是溪仔树林，空气真好，吸引真侪爱健行或者是骑登山越野车游客来探险，会发现这个好所在。官员讲，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时阵，大家民出国旅行，干呢踮在国内，无时间就互游客发现安尼自然宝藏。 COVID was sort of like a catalyst for taking it to that next level. And bikepacking and gravel bike riding and stuff, they're just like booming at the moment. 有自然森林的德维林阿普小镇，安静甲甲人听到鸟的叫声。伊的前身是草树仔的小镇，疫情了后，真侪游客拢来遮享受山林。政府游客中心提供旅游景点资讯，小镇的咖啡店应互游客小可休困，才去出发。People reconnected, or for some people, they conn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 think all of the different trails experiences that we have in WA provided that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engage.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can be quite chaotic and hectic. So for me, just being in trails and being in nature just really helps me kind of reflect on everything. 卡鲁索的爸爸伫90年代中期，都协助游客规划探险之路，维持生活。即马做出租爬山脚踏车的生意。 I remember my wife saying to me, "Do you think mountain biking is a good investment? Do you think it's good?" And I said,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off." 爱爬山游客骑越野车穿过吊桥，正刺激伫弯弯翘翘的森林小路变速，互享受对方的快感。德维林阿普小镇已经加做爱护大自然山友甲车友的落地名单。公司新闻新竹培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 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